大家好，歡迎收睇的士新聞資訊，我係 Tiffany。隨住共享經濟與物聯網技術日趨成熟，傳統的士行業正迎來史無前例嘅數碼化轉型。黃蜂集團旗下共享汽車品牌 GoSwap 共享汽車宣布正式推出全港首個手機解鎖時租的士平台，並率先同知名的士車隊 Big Boss Taxi 達成戰略合作。黃蜂集團策略投資者林日欣以及 Big Boss Taxi 首席營運官趙俊偉先後喺記者招待會發言，介紹共享新平台服務內容與詳情。出席活動嘉賓仲有香港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曾鳳婷、立法會議員陳恒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智慧城市部總經理黃曉東、香港互動市務商會創會會長兼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先生等。今次合作破天荒將共享單車嘅靈活模式引入的士業，透過 GoSwap 平台寬敞舒適嘅 AIO Y+ 電動的士將全面上架，為司機提供按小時計費、手機即租即開嘅嶄新工作模式，唔單止大幅優化營運效率，更為香港智慧出行基建立下重要里程碑。運輸署數據顯示，40歲以下持有有效的士駕照人數喺短短幾年間增長54%至18,200人，反映唔少人對的士行業存在興趣。傳統的士租賃往往涉及繁瑣嘅合約同交更手續。GoSwap 用咗18個月嘅研發與測試，喺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嘅端到端技術支援下，成功克服車載數據傳輸及無鎖匙解鎖嘅技術瓶頸。今次 GoSwap 同 Big Boss Taxi 戰略結盟，可被合資格嘅持牌人士，好似使用共享單車咁樣，透過應用程式24小時預訂及解鎖車輛，簡單按時租用電動的士。GoSwap 負責平台技術與營運，而 Big Boss Taxi 則專注車輛保養、維修及保險安排。雙方專業分工，徹底免除長期租約同埋親赴櫃台簽署文件嘅繁文縟節。黃蜂集團策略投資者林日欣強調，呢一種隨時開工賺夠收工嘅彈性營運模式，完美回應咗當下職場生態對自主工作模式嘅渴求。佢有效降低咗司機嘅入行門檻，吸引斜槓族以及年輕新血入行。呢個亦都積極配合咗特區政府近年推動的士業現代化、改善營運環境嘅施政方向。佢補充啦，全球共享出行市場以17.3%嘅年複合增長率擴張，預計2031年達到9017億美元。而黃蜂集團喺未來3年將計劃投入接近9000萬元於智慧出行領域。Big Boss Taxi 首席營運官趙俊偉指出，首階段將有5部 AIO Y+ 電動的士上架，租金按每小時65蚊計費。佢期望透過係次合作，大幅提升車隊管理效率。並透露第二階段將有更多唔同型號上架，目標係2027年底前，讓 Big Boss Taxi 旗下50%電動車接入 GoSwap 平台。現時客戶租用仲可以免費享用租車連車位計劃。全港設5個取車還車點，分別位於牛頭角鴻圖道33號海澳、長沙灣永康街83號、旺角豉油街110號、荃灣白田壩街48號、國際企業中心3期，以及天水圍嘉湖山莊新北江商場停車場。仲有平台亦提供15個 AI 免觸式停車場。喺3個月推廣期內 S-Card EV 超級充電站將提供免費充電服務。第二階段車輛規模將會擴展至500部，覆蓋範圍延伸至港九新界，並推出 A 點取車、B 點還車嘅功能。GoSwap 表示歡迎全港車隊同埋汽車品牌加盟，凡符合運輸署的士規格都可接入平台。此外，平台唔止喺營運模式上創新，喺硬件與配套上亦都力求突破。平台秉持科技服務社會理念 ，GoSwap 同普康亞洲醫療儀器有限公司合作，於首批在線共享的士內配備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俾的士化身為流動救援站，隨時協助社區內有需要嘅市民。另外，平台會邁向金融生態圈 ，GoSwap 正同國際支付供應商洽談，計劃喺 App 內增設收款功能，俾手機化身流動收費終端，直接收取乘客車資。長遠涵蓋出行同金融管理嘅綜合生態圈。唔知你對以上嘅內容有啲咩睇法？歡迎留言。如果想了解更多最新嘅的士牌資訊，歡迎下載我哋嘅 App HKTEX 一站式的士買賣租賃平台，密切留意我哋香港的士交易所。我哋下集見。